那讲到北投，大家可能会想到温泉甲那卡西。其实北投的干豆边缘永过是种稻仔真重要的产地。不过，即马都市发展到大，已经无啥人咧种田啊。为着要互都市的囡仔接触大自然，北投的青年农民甲台北市府办实农体验的活动，要带民众落田来亲近咱的土地。 台北的雨一阵一阵来，田林虽然积水，不过家长甲囡仔直接掘田土，学用高龄车算甲不真有趣味。为着要互都市囡仔有通好接触田和大自然，民间团体和北投青农甲台北市产业发展局8个礼拜合办实农体验活动，去引民众来到干道边缘来发现自乐。我觉得蛮新鲜的，因为其实住在台北市的话，比较少有这种活动。有小球，还有招条虫啊。 还有招条虫，那有被蚂蚁咬。希望讲囡仔是讲接近大自然啊，进行讲有种迄个小白笋，还有迄个地瓜、番薯，当他们能够多运动啊。酸酸的也有爆米香通食，民众拢真欢喜。这片田已经传到第6代，主人是一对少年的翁某。为着要让田地永续维持生物的养生，因坚持不用化学肥料、不铺农药。伫无共时节办各种活动，希望让民众安心亲近土地，搁通了解大自然的物件对倒来。挂稻仔了后，大家进前是拢会食挂稻仔饭，算讲庆祝迄丰收嘛，对无？即马。 大家田做较少，变做讲，阮就想讲，咱大家来算，就用对田这个物件影响的时阵，伊未来你心中伊就是会经济嘛。另外，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北投干道地区的农产，台北市产发局嘛伫新北投捷运站外口招在地的青农店家来办电灭时光市啊。台北市产发局表示，后礼拜6礼拜还会有音乐会和绘本分享，希望招民众做伙来听北投的故事。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